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彰化县的大村乡，顶个月通过自治条例，按说每一年拢要发予每一个乡民现金6000块。因为这个大村乡是正成轮胎已经过往的创办人罗杰翁仔某的户籍地，公所这10年来，敢若收这对翁仔某的遗产税都收袂少。到时阵，若是自治条例预算的编列过来通过，大村乡的乡民就好康咯，每一年拢通安领6000块。彰化县的河米花坛进前落发放关怀礼金，村民笑嗨嗨。但是即马大村嘛通过经营经济甲关怀乡民礼金发放的自治条例，如果未来若是顺利，年底进前每一个人上济当领到6000块。当然很好啊，社会每一个人可以跟整个社会消费的力道会比较好啊。我是觉得应该不可能那么多啦，有就好了。大川遐是已经过身的正成轮胎创办人罗杰夫妻的户籍地，因的遗产税会当予公所加26亿。公所嘛希望讲甲送礼金变成是一般的福利，金额2000块到6000块。如果以目前36000多人口来计算哈，那一次的发放大概是7000多万的这个规模。公所强调讲，礼金上悬原则上未超过中央的6000块。虽然讲自治条例已经通过，但是嘛是必须要考虑年度预算的编列和建设经费，来增加还是减少礼金的发放。对乡民来讲，疫情期间领到这个小红包，对冲经济小可有斗相共着。